有好多人之前錯過咗機會，如果你能夠掌握呢個轉折點，至少將大家拉到同一起跑線，讓遲嚟嘅人又能夠重新上場嘅可能性。所以你今日能夠揾到轉折點，你認知到呢個重要性係非常非常之寶貴嘅。你諗下，會唔會有人利用呢個轉折點，就喺幾年甚至幾個月時間裏邊賺到錢呢？當然有啦，不過呢啲都唔係最勁嘅，最勁嘅係 AI 同埋你嘅認知。你對未來20年嘅認知，AI 時代所帶嚟嘅巨大變革會超出所有人嘅想象。而呢個時代係非常之偉大 ，AI 會改變一切，但係唔代表佢能夠決定一切。技術固然重要，認知更加重要，但係未來真正決定勝負嘅都係今日我哋為呢一個即將嚟臨嘅時代做啲乜嘢。我哋能唔能夠讓科技俾每一個普通老百姓嘅生活帶嚟更進步、更和諧、更幸福、更健康嘅改變呢？超乎我哋想象嘅人工智能時代已經嚟臨啦！如果你唔再去增值自己，你唔做人工智能，你就會被淘汰。所以在座各位真係要增值自己啊！